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进入路加福音第28天的共读。我们昨天看到路加福音第16章，的前半段，不义的管家他如何用金世之子来比光明之子更加的精明，能够懂得负负得正的道理。而耶稣也提醒我们要在小事上忠心，上帝才会把那真实的钱财交给我们。而法利赛人因为贪爱钱财，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人人要努力进天国，除了旧约，也要遵守新约上帝的道。新约是从施洗约翰传道悔改的道开始。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16章的后半段。耶稣各对问16章的19节。有一个人真好野，伊穿紫色真高贵的衣服，逐日车花宴乐。阁有一个乞食，名叫做纳撒路，规身躯生疮，倒伫迄个好野人的门口，捡要捡好野人倒顶落落来的落落来的沙仔机到马来接伊的疮。后来，这个乞食死去，天使甲伊带去阿伯拉罕的身躯边，迄个好野人嘛死去，搁埋葬。伊伫阴府受真大的痛苦，抬头看到阿伯拉罕伫远远的所在，掠杀落伫伊的身躯边，伊就出声叫：我的祖阿伯拉罕，怜悯我，请你找掠杀落，用指头仔尾温水来互我的喙齿黏者，因为我伫即个火焰中在受苦楚。毋过阿伯拉罕讲：囝，就袂记得你在身享受一切的快乐。毋过纳撒路在身受尽痛苦，伊现在伫遮得到安慰，你伫遐在受苦楚。毋若安尼，阮甲恁的中间有大深渊隔开，安尼对遮无人会当过去恁遐，嘛无人会当对恁遐过来阮遮。迄个好野人就讲：我的祖啊，既然是安尼，我恳求你找纳撒路去阮老爸的厝。我有5个兄弟伫遐，伊通去甲因警告，才免因嘛来到即个非常痛苦的所在。毋过阿伯拉罕应讲：你的兄弟有摩西甲先知，因应该去听因的话。迄个好野人应讲：我的祖阿伯拉罕，因袂啦。若有人对死人中告我去找因，因就会悔改。阿伯拉罕甲伊讲：因若毋听摩西甲先知的话，有人对死人中告我，因嘛袂相信。那在16章的后半段讲到了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那这个财主呢，显然从前后文来看，应该是有法利赛人的背景啊。因为昨天最后经文讲到法利赛人贪爱钱财，所以他穿紫色代表高贵，细麻布代表这个好的布料，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就是每天奢华宴乐。但是有一个乞丐讨饭的，叫做拉撒路。那约翰福音马大和玛利亚的弟弟就叫做拉撒路。不过路加福音没有看到马大玛利亚有没有弟弟，倒是看到了这个乞丐拉撒路。那这一段的故事记载也是只有在路加福音可以看到。拉撒路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神所帮助的人，是上帝所帮助的人。那上帝看来没有帮助他，因为他不仅穷，甚至还生病，浑身长疮。那他常常被带到财主的家门口，可见他是被人家带来的，他是行动不便，他没有办法他有身障，所以他没有办法自由的行动。
而且呢，他来到财主家门口做什么呢？不是财主给他，是希望捡些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东西来充饥啊。那如果财主这个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吃饭以前是要洗手的。好，那他们如果没有洗手，就碰到的东西是不洁净的，那个东西他们就不会吃。所以不管是饼也好，是面包也好，好，有些东西他们是为了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好，因为没有洗手的缘故，好，所以就是准备丢掉的。那这些东西呢，就是拉萨路啊，准备他希望能够拿来吃的东西。好，所以我们可以一样跟前面一样，就是这个拉萨路好，他长疮，他已经在法利赛人的眼中是不洁净，然后呢，他又吃这个不洁净的东西，更不洁净。现在呢，21节说，连狗也来舔他的疮啊。好，前面浪子是讲到猪跟猪抢东西，现在讲到狗。好，所以显然的，好，就是狗也是犹太人眼中好看为不洁净的。好，所以这个拉撒路呢，好，真的是不洁净当中的不洁净当中的不洁净哦。但后来这个穷人拉撒路死了，天使，所以这里讲到天使把他拉撒路不洁净的拉撒路带到了亚伯拉罕的身边哦。那亚伯拉罕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好，他们的信心之父了。而财主也死了，好，比拉撒路好一点，就是被埋葬。拉撒路显然没有被埋葬，好，就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身边。但是财主好像比较好，有被埋葬，但是呢，实际上没有被带到天使的亚伯拉罕的身边了。而财主呢，到了阴间痛苦至极，抬头瞧见亚伯拉罕在遥远的地方，所以他远远的望着他的祖先亚伯拉罕，是他信心之父。又看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啊，和本是翻怀里，不过现在中文译本，现在台语就翻成辛苦兵，好，是在他的身边，好，不是像婴孩抱在，是在亚伯拉罕那边的意思。所以这个财主呼叫我的祖宗啊，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请打发拉撒路用指头沾点水来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里的火焰里非常痛苦。所以，这个财主呢，唯一的一点点的梦想，一看到这个拉撒路，哎，这个人我看过，亚伯拉罕，我可能跟他不熟，好，因为他是我的祖先，好，但是我大概可以知道他是亚伯拉罕，可是跟他没有那么熟。但是亚伯拉罕身边有一个人我熟，就是那个我们家门口的那个拉撒路哦。所以说，想要开始财主想要运用他的人际关系，哎呀，可以让他过来帮忙我一下，好，做什么呢？用他的小指头，好，指尖，好，那鸡头啊胃，好，就是能够沾一滴水，好，让我对我来讲都是现在他在这个阴间当中最珍贵的，只要一滴就是他的梦想。那但是亚伯拉罕却说：“孩子啊，所以在这里亚伯拉罕好之子好，或是以色列的后裔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亚伯拉罕也承认好，这个财主是他的孩子，但说呢，你该记得你生前享尽了福。好，所以亚伯拉罕在这边也很清楚知道这个财主活着的时候过什么样的日子。可是拉萨路从来没有好日子过。那在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就是这个拉萨路是在活的时候被人家看作是一个最不洁净的，那不洁净当中不洁净，可是呢，亚伯拉罕都看在眼里。而这个财主呢，可能是个法利赛人，好，而且过着高贵、尊贵、昂贵的生活。现在拉萨路在这里得到安慰，为什么他可以到这里？因为神好安慰了这个穷人，安慰这个病人，安慰这个没有人埋葬的拉萨路。而你好生前好享尽了一切，反而在这痛苦中。好，到底亚伯拉罕好这句话有没是什么意思？好，亚伯拉罕不是在嘲笑这个财主，好，亚伯拉罕是在做分析，好，是在解惑，好，告诉这个财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接着亚伯拉罕又告诉他一件事情，在我们好，你们就是在火焰当中受苦的人，我们就是拉撒路好，跟着一起能够得到安慰的人之间有深渊隔开那这个深渊呢，
已是非常的深，以至于你们那边人跟我们这边人要互相往来是不可能。好，所以其实这个比喻是不应该被比喻出来。好，但是耶稣要透过这个比喻呢，好让人明白死后的真相。所以呃，耶稣必须好要超自然的，好让我们去事先去知道好这个后果差别在哪里。好，那这个财主可能也是一样，好，没有人告诉他过这个比喻，现在他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好不可能过去，也不可能过来。那这个财主呢，好还是不死心，好，他现在没有办法想到，没有办法给自己一滴水，好，但是他有第二个想做的事情。那我的祖宗亚伯拉罕呢，既然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亲家。好，可见呢，这个拉撒路好像还能够行动，这个拉撒路好像还能够活过来，或是说拉撒路还没有死吗？好，我们等一下往后再看哦。可是呢，这个财主还是有一个第二个梦想。好，既然他喝不到水，好，那是不是可以让拉撒路好替他回去啊？因为他在这个阴间他是脱不了身，好像他知道永远要被困在这个地方。可是这个拉撒路既然得到安慰，是不是能够做一点事情？好，去哪里呢？到我父亲家，因为我还有5个兄弟。不管是排行老几，现在这个兄弟家里有6个人，让拉萨路能够警告我这5个兄弟。所以警告什么呢？警告他没有说警告什么，但是他只希望说告诉他们死后的事件，或是死后会要发生的事情，或是死后要面对的刑罚、折磨、痛苦。好，这个警告的内容。好，那怎么样可以不用来？拉萨路怎么做到的？好，就是好亚伯拉罕要安慰那一些贫穷的亚伯拉罕好要满足那一些实行公义好的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可见这个财主自己没有做到，他的5个兄弟也没有做到。这个财主很清楚，好心里知道，所以他希望拉撒路好可以帮个忙，好赶快回去告诉他的兄弟们，好让他们不要可以赶快多做一些好事，多帮助一些穷人。好，因为我们家有这么多的食物，好，但是我们都是那个桌上掉下来屑屑，就是准备丢到垃圾桶的，给人家吃。对我们来讲，一点损失都没有，却没有把完整的给他们吃。亚伯拉罕呢，又再次拒绝他。亚伯拉罕说：“你的弟兄有摩西和先知们，去警告他们。”好，所以昨天我们16章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好，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啊。所以摩西和先知，或是律法和先知，就是指旧约啊。所以亚伯拉罕说：“你的兄弟呢，有旧约的圣经可以警告他们，即便他们没有得到新约，没有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还是有旧约可以警告他们。他们只要听，他们只要遵行，就不会来到这个痛苦的深渊。好，让你的弟兄去听他们吧。”所以你的弟兄不是拉撒路的责任，也不是拉撒路的工作。因为你的弟兄跟你一样，都是法利赛人，都是犹太人，都是律法之子，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每天或是经常在读的这些旧约的话、摩西的话、律法的话、先知的话，就是在让你远离将来所受的刑罚。所以呢，他们自然神已经为他们预备好。这个财主呢，第3次在跟亚伯拉罕好这个话巴拉 Ken 呢，就是在跟他在讨价还价。好，财主说，但是他们可能意思是说呢，好，我们先读完祖宗亚伯拉罕那是不够的。好，就是读旧约是不够的，因为他们有读，可见他们没有相信。那怎么样相信呢？这个财主说，假如有人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好，就是有一个从阴间出来的人，告诉他们死后的世界真的是这样子，那他们就会悔改。好，所以这个是这个财主呢第3次好再跟亚伯拉罕希望能够再争取好再争取他的2个梦想。第一个水好没有办法，第二个呢能够去警告他还活着的家人。但是呢有没有办法呢？亚伯拉罕却说如果他们不听摩西和先知们的话，即使有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不会相信的。
好，那耶稣这个比喻就到这里就结束，路加福音第16章就结束。好，不过耶稣最后这句话呢，话中有话，显然拉撒路，这不是一个真的有这个人在这个故事当中。好，这是耶稣的一个比喻，好，因为他直接带人看到那个阴间和亚伯拉罕怀里面，或是真的有，我们也不能确定。但是这可能是一个比喻。但是呢，耶稣用这个比喻让人知道，其实不用等到拉撒路来告诉你们，其实早在摩西律法颁布的时候，上帝都已经完整的让人知道如何远离将来的刑罚，远离将来的灾难，还有也不需要再叫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看见死人复活之后才相信神的话。因为这个耶稣后面最后这一节这句话，就是在告诉他预表他自己，就是耶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拉撒路没有做到，可是约翰福音的拉撒路做到了从死里复活。可是约翰福音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呢，这些看见拉撒路复活的人没有更相信神的话，反而更想要杀害耶稣。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就看到，耶稣真的要被陷害到死哦，就是因为拉撒路复活的事件呢、所以复活之后呢，反而他们是更恨耶稣，更想要杀害耶稣。所以路加福音用这个比喻让我们看见死后的真相和死后的事件了。好，透过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呢，让我们可以来思考和反省就是什么是我们在生前应该做的？神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个律法之子，这个法利赛人的财主，他有上帝的话，他好像又在世人当中得到上帝的祝福。好，是一个财主，是有紫色的衣服，在当时来讲是非常稀有的，而且还有细麻布的衣服，然后天天都不用去工作，不是像那大儿子天天到田里面，而是天天开 party，天天宰肥牛，过得非常爽的生活。但是呢，他却对他家门口的一个穷人、病人，甚至那个死掉的拉萨路都不愿意去帮助他，好，也没有任何的埋葬，好像就是一个垃圾，就是一个废物，好，就像是空气一样哦。好，他是视而不见，以至于呢，他所受的苦呢，好，对亚伯拉罕来说只是刚好而已。因为呢，在旧约当中，就是要讲到爱神，还要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同自己。当他财主到死了之后，自己真的在阴间亲身经历之后，才想要回过头来，已经来不及。可是他还希望他的兄弟们还有机会，还来得及。可是耶稣也是说，从死里复活的人，不是为了要去警告那些还活着的人，因为相信的就会相信，但就算不相信的10个死里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还是不相信了。所以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个贪钱财马门，好，接续昨天的16章的上半段这个人当一个人种马门、服侍马门的时候呢，好，他就轻看了神的国，轻看了神的话，他就没有努力的要进去。所以天地呢，律法都被他改变了。好，律法的话呢，都被他按着私人的意思来解释了。可是呢，他却最后吃亏的是谁呢？他以为他赚到了，最后吃亏的反而是自己盼望今天这个拉萨路的比喻，财主和拉萨路的故事，或许它也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好，那取决于我们对这个故事是否相信，是否就愿意拿出信心。当我们相信，我们就会选择过不一样的生活，而不是过财主的生活。即便我们像拉撒路一样的被人轻看，说是一样的痛苦，但是也要相信，将来我们会在亚伯拉罕的身边，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在耶稣的身边，能够得到真正永恒的安慰。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通过今天的话语，今天财主和拉萨路的故事知道神，你让我们看见在死后很多的事情都是人生在世的时候所决定的，让我们能够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让我们还
活在世上的时候，能够选择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同时也让我们能够选择看重上帝的话，不论是旧约，不论是新约，我们都要以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来相称。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天真实的经历活出耶稣与我们同在的生命。我们也特别为我们身边的穷人，为我们身边饥饿的人来祷告。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让我们甘心乐意来服侍他们，帮助他们。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愿神祝福大家平安。